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赛诺菲这间药厂出产的专门在食高血压、心脏病甲心梗塌的药啊，辛达舒10毫克，讲这个药片出现斑点。药厂讲，可能是咧生产的时阵，做药员的手有空喙去摸到药啊造成的。目前已经卖出130万粒，食药署开始咧回收。咱的乡亲若有食这种药啊，若感觉有问题，就要随转去病院问医生。若是外观无问题，药啊就要继续食，唔通大主大意家己来停药啊，安尼是会危害到心脏。 小小一粒白色药丸啊，这是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心梗塌的患者的救命药。这款赛诺菲出厂的辛达舒定配合是U322，是属于处方用药。之前药剂师发现讲，这顶面有加白色的顿点，加卫生单位通报，即马食药署宣布讲全面回收。该产品有疑似是人血这个干燥的一个小点，那调查的原因是，可能是作业员在操作过程当中，割破手指而去沾染到这个药锭。 这款药伫台湾上市真久啊，因为有喙焦后快副作用，伫临床上已经慢慢啊减少啊。不过药丸有130万粒，离今年的9月份拢卖予各大药局加医疗院所。如果你手上那个药品也是有问题，那势必是不吃回医院。那如果说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会建议你还是先继续服用。停药的话，对于心脏的一个风险是比较大的，相对于你吃到一个可能疑似有问题的药品。 目前这批有问题的药啊，爱伫明年1月7号进前拢总回收，嘛提醒患者，若是摕到有顾虑的药品，若是要换药啊，一定要先问过医生，千万唔通家己乌白停药啊。